湾俗语摕来谈，深色趣味是有内涵。欢迎收看《报道歌丁》，我是林宪元。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。《报道歌丁》就要用俗语带乡亲，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。俗语伫咧讲啊，鱼趁青，人趁钱。这个意思是讲吼，鱼啊都爱趁青的时阵来食，人都爱趁少年的时阵加较拍拼咧。若讲到鱼吼，台湾人爱食鱼吼，嘛算讲是世界有名的啦。海产吼，会当算讲是咱住伫这个海洋国家这个本岛顶吼，真接看到，而且是真方便的一款料理。但是你敢知影讲，你今日食的鱼是啥物名咧？你有想过讲吼，这个土土鱼是安怎好做土土？阿公吼爱食迄个五仔鱼，为什么又讲叫做五仔鱼咧？台湾吼有一种鱼，伫荷兰人来甲咱统治的时阵，叫做国王鱼。又搁是啥物鱼呢？嘿嘿，所以咱今仔日报道歌顶吼，就要来甲你讲，你今仔日咧食啥物鱼？这是台湾上大的鱼仔市场，无论是大的、细、红的、白的、长的、四角的各种鱼仔，无论你要爱啥物鱼，这拢有。台湾人爱食鱼，煎的、炸的、炒的、煎的，不管是啥物鱼，若是有青，安怎料理都拢好食。毋过伫大家心内，拢有家己的好食鱼排名。赤章、白手、马甲，还有白大鱼。我上喜欢食的鱼仔是乌鳌，因为乌鳌伊的肉质吼较甜，嘛较幼嫩，适合用煎的。外国人是安怎看待台湾的鱼仔呢？我爱吃海 because it is delicious, soft, and this is my best one. I all the time choose this kind of fish. 你敢知影？你爱食的鱼是号做啥物名？白手，这个敢若是赤章、沙丁鱼、蚵仔鱼是不是？乌啊、红沙，这是乌鳌。这啥？你甲我讲。这个是马头。我应该食鱼仔拢是切一块一块，所以根本唔知影讲伊鱼仔原本生啥物款，所以我看到鱼仔我嘛袂认咧。无论鱼仔是生做啥物款，还是你甲我心内的好鱼仔是啥物，同款的是鱼仔料理了后的好滋味。红沙唔是红的，加辣甲赤章，戆戆不袂清。你敢知影？你食的是啥物鱼？咱台湾呢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，咱的海洋文化甲资源会当算讲是非常的丰富。若要讲到这个鱼仔吼，大家绝对拢袂生疏。但是鱼仔的种类有百款，逐款鱼仔拢有无同款的号名，甚至讲吼有一寡鱼仔伫无同款的所在吼，伊的号名佫无同款。所以讲咱今仔日吼邀请到大家拢讲伊吼，这位是台湾文化侦探的这个周明忠老师吼，伊来甲咱介绍关于对台湾鱼的一寡号名。老师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咱台湾的这个渔船吼，有流传过一寡吼对这个鱼种吼一寡风评啦。今天讲有一首歌谣我有学，这个歌谣是咧讲什么？我念看觅，老师我若念唔对，你会甲我纠正哦。是。伊这是安怎讲呢？伊讲吼，一五二红沙。三枪四马甲，五面就六甲啦，七赤章八马头，九春季就10乌鳌，对无？对。其实吼，咱伫网络顶悬，咱听来讲后壁迄排第9名、甲第10名，甲我头拄仔念的这有淡薄无共款。是。人是讲吼，9乌鳌10春季。因为迄是一个押韵啦吼。哦。即网络迄讲是资料唔对，因为阮有实际去问过渔村的人，是。因就念9春季10乌鳌，是。甲伊讲吼，七赤章八马头，是。9春季10乌鳌，这是押韵。但伊俗语一定有押韵，才对。对啊。无押韵就是唔对。你排第9甲排第10其实无差。无差，吼，咱有影啦。人会去计较讲迄个头名甲第2名，袂去计较讲第9名、第10名。你若排第10个，会排入去第10个哦，算好戏啦。是哦。嘛，较早嘛有排4个，有排6个，有排8个吼。我你讲这是较排10个安尼。是吼。是拢算。较早好戏啊！就排名第1的，对吧？头名的啦，或者一五伊个五的意思就是五仔鱼，这种种五仔鱼。这个五就是大家唔知影伊啥啦，叫做五。对啊。有诶写法就不同款，因为唔知影有诶写一个鱼，边仔是五吼，是写一个中午的午吼，是。边仔加一个鱼，是。其实唔免，伊个原名就是五鱼，就是个五。
啊，这种讲是为对来呢是。你若查年国这个泉州的迄个记载吼，嗯伊讲这种鱼啊就是端午，啊无伊讲中午，或是五日这个时阵出来，嗯，吼。吼，啊，那中午啊，所以应该合作午鱼啊呢。啊，因为迄是泉州的讲法，啊，咱台湾人可能甲9月、10月较有。哦，啊，但是伊后名是较早的名就好对啊。是。这种鱼啊叫做午仔鱼。不管呢吼，有当时啊，这就是咱台语文字的重要性。因为吼你去迄大头的时阵啊，有当时写迄字，有当时写迄字啊，对阮囡仔来讲，我想讲啊，这是无共款的鱼，其实拢讲的是共款。你若唔知伊是安好这个名，啊，你就会写唔着你。伊第一名是因为讲伊是产量的问题吗？还或者是讲伊的迄个肉质啊？当然是上重要是肉质好食，肉质。啊，鱼啊，若讲好食吼，以老师你这个专家来讲啊，鱼啊好食的这重点是伫倒？就是伊的肉质真油，较油。有的鱼啊是真大只，有这午仔鱼嘛有足大只。哦，迄大概一公尺、2公尺嘛有，大的时阵安尼。所以讲这个午仔鱼第一名。啊，即摆拢饲的，即摆饲拢较细只。所以讲，这个肉质还会晓食鱼仔的人，就知影讲这个午仔鱼算好鱼。好鱼啊，味就是这个红沙，啊，嘛人讲红沙呢吼。这可能是温啦吼，啊沙甲沙拢会使讲，我拢听过人讲。是。伊就是即摆咱叫做金枪啦。金枪。啊，即摆饲的，这较早一定足贵的。哦，饲因为即摆白枪起甲足悬的吼。啊，即摆白枪大家食袂起。啊，即摆咱台湾就饲这个金。这鱼啊出来吼，啊，这个白枪看到要讲啦吼，像有影咧吼，伊这个形体，啊伊个色，啊伊个叫做金枪啊咧，哦，啊，现在叫做红，对啊，金那个红的有差，这个红山呢吼，这是足趣味的问题吼。我看有的人伊这土的人讲吼，伊讲种鱼啊，若是你若拄啊掠起来时阵吼，伊个吼叫红红的，粉红的色的红红的咧，所以伊迄红的由来啦吼。所以讲，伊就是看起来的时阵，其实有当时咱无去较无去甲注意到，拢以为讲伊是金安尼，所以实际上伊是较啊，伊刷就是讲伊的皮吼粗粗，有迄个幼来足幼的吼，幼来刷摸起粗粗。是安尼。所以红沙是红沙，可能名是为啥来？是啊，所以即摆伊的俗名叫做金枪啦，因为伊是要去配合迄个白枪。啊，因为有当时买无迄个白枪，所以讲金枪。啊，即摆拢这饲甲真水啦。这个白枪啊，过年啊是过年吼，有当时即摆拢足少咧买这个对无？即摆足贵的。我记我细汉时阵吼，阮过年拢食咖拉，吼，伊咖拉是红红的真水安尼吼。啊，尾啊，头3年前开始改食这白枪吼，可能因为咖拉嘛是食掠了去安尼吼。是。无去，啊尾啊饲的，但感觉饲的较无好食。啊，即摆开始食白枪吼。是。啊，这白枪其实伊这是迄落。华语的迄个文化啦吼，伊讲食这，刚才讲甲名较好听吼，伊是白鲳，是，啊，甲迄个鲳盛嘛吼，鲳对鲳吼，是，啊，我台语无讲啊，这个白枪嘛吼，啊，若是迄个咱讲迄个枪吼，读枪性，你讲枪，苏金枪吼，咱是读枪嘛吼，咱毋是读迄个鲳嘛，吼，甲枪的音无下啦，吼。包括你讲，因讲年年有余，啊，这嘛是因的是讲华语的文化啦。咱来讲是年年有余，唔是年年有喜。咱讲有春，咱是讲有余，咱有春，哦，所以甲过年还用春花啊，炒饭的叫做春饭，吼，这是种咱台语的文化啦。是，但是咧会讲这个所在，像讲这尤其是这一寡地区吼，因可能有一讲。一尾白枪吼，较好海产万箱，对无？是阿文吼，对，安尼有道具。算讲即马吼，若是要过年的时阵啊，有影这鱼啊，就是真贵啦，贵松松。这位拢一年食一摆啊，一年食一摆尔吼。安尼，阮兜可能爱检讨一下，因为阮兜以前可能是伤讨济啊，所以讲拢较接看到这款鱼吼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除了这个白枪吼，其实吼，佫有真侪人嘛，介意食讲即款的吼。咱尤其是吼，我讲吼，以前咱住北部的时阵吼，拢食什么肉鸡面啦吼，但是去到下港才知影讲有一款鸡面或者土鱼鸡啦吼。这鱼的历史其咱台湾吼足久的，你若看因咧荷兰人的迄落吼，因较早的文献就讲吼，伊讲伊台湾吼，主要讲伊知影咱台湾有3种鱼，迄个就是足价值的鱼吼，就是讲第先讲迄个时代吼，乌鱼，乌鱼，吼，乌金咱做乌鱼子种乌鱼，乌鱼，吼，迄阵阵伊个抽水咧，是抽水啊。啊，过来第2种就是沙白鱼，吼，迄阵阵就有人饲啊，沙白鱼吼，记者吼，啊，嗰种就是种土兔，话讲土兔吼，因为音无款有差吼，啊，伊个写做 kingfish
国王鱼。所以会是真大尾吗？大尾是可能跟伊咧菌吼关系有关系啊，对。你若看咱清朝的文献吼去写吼，这鱼啊，拢个你甲先盐吼，吼咸咸安尼吼，啊，像伊拢安尼卖去摕去发给卖安尼。他都迄个歌谣内底、念谣内底讲是这个马家嘛，啊马家三枪四马家，对，三枪四马家，咱讲到枪鱼啊，啊讲到这马家，但是马家是那拖造出来。这马家吼一种，这嘛算马家一种啦吼。马家一种，啊，不过突出比马家较大只。哦，所以拖是这个马家的一部，这个一种啦。对。但是这大红鱼内底拢算是马家鱼。对。是安尼哦，原来这个四马家。马家即嘛叫做春鱼啦。哦，一个鱼，个是春天的春吼，一个春鱼。咱来去日本料理店就看到这款鱼。对。哦，原来就是马家鱼。马家就是春鱼。所以你看咱台湾鱼真重要。你若写马家，人就知影讲什么鱼，啊，你若写迄个春，就想讲哇，这个日本鱼啊。这是日本的汉语啦。日本汉语。因就是讲，咱的马家因就是写春。是吼，但是嘛是爱有台湾名台湾字啊。哦，所以讲安尼写嘛较清楚安尼。啊，当然啦，除了这个鱼以外，吼，啊，还有一句话咧讲迄个免鱼，吼，这个免鱼讲吼，有钱食免啊。无钱免食，啊！这免鱼是这吗？是，这就叫做免鱼。对。哦，这个免鱼。这免鱼嘛，即嘛真少看到啊，但咱即嘛有饲的啊。哦，所以介绍会较俗安尼。是吼，啊，变讲这个，人讲哦，以前咧食海味啊，就是这个包、三、翅、刀吼，这四项着，会当算讲是这个刀啦，尤其是鱼刀啊，鱼刀会当算讲是一个真，嘛是真无真贵重的一款料理啊。这鱼刀唔是鱼肚，唔是巴肚的。不是巴肚吗？不是。啊，有影啊，这他请教老师啊，是倒位？咱讲是讲伊，咱讲伊的鱼标啦。哦。啊，但伊的标有两种意思吼。是。鱼标就是讲，你知鱼有一个迄个。伊的巴肚内底面吼，是，伊是负责伊安尼沉落去来迄个面啊，迄个鱼标，哦，啊，这种鱼标咱讲比如讲乌鱼标吼，甲乌鱼子就是刚刚尾对的啦吼，是，乌鱼标甲乌鱼子吼，哦，标就是迄个江的鱼啊吼，是，江的鱼迄个金子啦，是，啊，伊叫乌鱼标吼，是，哦，啊，标两种讲法啦，啊，咱食的是就是讲伊负责伊迄个浮起来。沉落去吼，所以咱食的不是伊的刀，是食伊的标。伊标上贵，啊那鱼啊愈大只，迄愈贵安尼。哦，是安尼。对。我就想讲吼，咱讲食牛刀啊、猪刀啊、食鱼刀啊，就想讲迄个部位应该是共款，但其实上是无共。鱼标嘿。有影是安尼吼，啊，若听讲吼，恁这个鱼标会当是一个传统菜嘛，啊，这个传统菜内底个听讲伊个要唱歌吼，这是安怎？这是讲伊的鱼标吼，因为伊的鱼啊吼，伊会用这来。用会扑起来，沉落去啊！啊，尾个会使有迄个发声出来安尼。会发声？嘿，发声出来。因为不能记者，因为鱼啊，若食足几斤了吼。哦，你遐有听伊的声呢，啊，敢若鼓声呢。是哦，啊，伊声是对这鱼标出来。对，伊会发声出来。啊，有诶讲伊是要去，要去笑蚵啦，要去笑蚵，还是讲诶。所以呢，英语名这鱼啊叫做 drums，drum 就是鼓，拍鼓，伊叫 drum fish。一样吼，饮来安尼。好啊，咱讲到遮啦吼，有影讲好菜好鱼吼，咱台湾的鱼又是讲袂透啊，但是吼，这个时阵吼，咱来喙暖吼，小收一个，小暗一个吼，咱来休一下串电视吹下茶吼，连咪再来继续请周老师来给咱介绍有关于鱼的故事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多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。拄则咱讨论的这个鱼仔的号名中间吼，有的是用伊的外表来号名吼，啊有的是用伊的产季，可比讲迄个鹅仔鱼啊，伊是迄个五日节的时阵吼，端午的时阵吼，大出的时阵，大出的时阵来号名吼。啊，那讲到这个排名第六的这个咖拉，我就这个疑问啊。啊，伊外表看起来，什么咖拉啊，这个物件，主持人都听到大汉咖拉，伊甲拉有什么关系？对不？甲拉有什么关系？咱就是唔知影伊谁来号这个名。对啊。所以大家拢。饮着啦吼，则近啊写法有10几种。你若去看咱台湾的清朝的文献吼，哦，迄个10几种名，啊，你若念出来音拢就讲别讲。是。啊，因为唔知伊是为倒来哦，所以写法变这样种。是啊，到底伊是安怎样来有做这名？
因为伊是去腊，就是咱的腊月，腊月12月份，哦，咱讲春免冬加腊，你讲春天啊食免鱼，是，冬天啊食加腊，就是鱼也是冬天出来。所以迄个腊的意思就是腊月意思。腊月吼，啊，迄过迄加是啥？伊就是咱，伊是你讲伊是迄个，咱叫过腊，就是过腊啦。过腊。你讲伊是吼，腊来春去。啊，我知啦。所以过年食了，伊鱼啊都无啊啦。所以讲嘛是伊的产季就对，迄大出的时阵啊，甲有这个名。所以来讲，你若叫过腊吼，过腊，啊，就是伊的正名。是吼。啊，你若知影哦，你若知影伊叫过腊，啊，你若唔知，你讲哎。名分做侪后面写呢？是吼，我为什么对这个名呢？感觉讲真新鲜，啊嘛真接听着吼，唔是因为我捌这个鱼啊，是因为吼我住台北嘛，啊艋舺迄个所在啊，较无艋舺吼，即马讲艋舺啦，但是以前艋舺附近有一个所在叫做加拉。啊，迄个所在，迄个地界叫做加拉。啊，我有一个亲情吼，都住伫加拉。啊，阮妈吼，见摆若是咧做个拜拜，想讲要买鱼啊，就讲啊来买一只加拉。我想讲啊，要即马去艋舺买鱼啊，毋是去足远的鱼啊，咱菜市啊就有啥都要去加拉。伊就讲毋是，迄个鱼叫做加拉鱼，但迄个地界叫做加拉迄个地名。但是我相信这两个之间可能嘛是有淡薄关联啦。你若是日本人，这鱼也是因叫做麻袋吼，麻袋，这就是因上好鱼。啊，咱叫鲷鱼啊吼，是，因为鲷鱼是日本上好鱼，是，所以咱即马台湾拢就希望改名，像咱刚才有过鱼，即马改做台湾鲷。是，因为写日本写诗吼，是，伊讲哦，你若做人，落来做武术，是哦，你若做花，你落来做烟花，是，哦，啊做鱼落来做鲷鱼。所以讲吼，不管啊，做好人较重要。是安尼哦。啊，讲到这个第7名吼，就这个鱼啊呢，恰章，这叫做恰章对无？啊，咱讲有一句俗语咧讲吼，这个盘啊加恰章，对无？啊，盘啊，唔是迄个咱桌顶迄个盘啊，盘啊嘛是一种鱼嘛，盘鱼对。啊，我即款戆捌的就是吼，盘鱼甲恰章有影吼，你放伫迄个桌顶吼，放伫迄个搭前哦，有影是唔知影讲什么是什么来。一种是盘啊，对一种是恰章。啊，这两款拢生得一模一样啊。这有可能无共款吗？恰章嘿，这拢是恰章甲盘啊吼。安尼我知，因为吼这个恰章可能咱想讲那种红红吼，所以较红的应该是这尾应该是恰章吧？你都用唔着去啊？哈，用唔着吗？恰章是这尾。是哦，这迄尾是恰章。因为迄恰的意思吼，咱讲的台语的恰的意思，唔是红的意思咧。对。你若是华语还是日语，伊是红的意思。台语的恰是血色啊，吼，是较偏较黄安尼。哦，咱讲迄个。日头赤呀呀，哦，还是讲咱讲赤沙，是，哦，赤沙迄汤是红汤嘛，吼，对，甲红无咱讲赤牛，嘛就是黄色牛啊。对，我想起来，老师你甲我提醒，有影是安尼吼，咱有当时用迄其他的语言去影响着，就讲咱就说啊，红的吼甲赤的其实是无共色，对，咱台湾话内底是安尼是无共色，所以讲赤章，咱去想到讲啊是红色的为主，但是毋是嘛，对吧？所以讲这尾。是盘鱼，啊，这尾才是恰章。你看伊这个部位吼，用伊的领章甲伊的尾章，这领章是这个应该叫背鳍嘛吼，因为这小可偏黄色的，哦，尤其这3点嘛的金黄吼，是，所以伊叫恰章的名会来，由来。因这种你若去日本，因讲这种叫鲷鱼，讲鲷类，鲷鱼类的。因这叫黄鲷，日本里这叫雪鲷，所以讲这个鱼啊较俗。啊，这个鱼啊较贵，至少差一倍。啊，我来去卖鱼啊吼，我来要赚你的钱，啊，我也无恰章的时阵，我来摕一个迄个颜料吼，我来开始来甲画。啊，你免画，你免画，吼，啊，一只。你免画，其实看起来要讲的，因为真正无注意哦，看起来要讲。有影吼，所以嘛拍袂过。啊，但是伊这盘鱼有两条，啊，这两条，尖的，就明显的啦。啊，咱提加都加起来就好啊。啊，那没人给你加掉，你就看。袂啦，咱台湾人袂晓歹心嘛，刚刚我这种人去想就去了撇步，袂啦，咱拢真好心。啊，那放做你就较好啉啦。啊，那这样提起来，甲你讲这恰章，这给你加掉，你就较歹啉啊。好，咱若是捌食就好啊，莫捌遮尔济。是，真注意真心心。所以这就是叫做盘咧加恰章吼。这个叫做啥？这码头。码头，你若去中国还是去香港吼，因叫做方头。你看四角，咱看个那边，啊，因看个跟咱四角吼，所以因叫方头鱼。是。哦，啊，你若去英语吼，因叫 Tile fish，Tile 就是态度啦吼，砖块跟它砖块一样。哦，态度。四角的，这伊遐是俗语名咧。
所以讲这前10名的鱼啊，其实拢是好鱼啊。对，这个呢，日本哦，伊嘛是甲过做雕类。哦。虽然其实不是雕类，但是日本伊这叫做干雕。伊干就是迄个。因为真正真干，哦干，干。人家看日本汉字印下干雕，就是干雕，就是码头。哦，是安尼。啊，这个白尾啊，吼，要开始啊。啊，这个纯鱼看起来就是一般啊，无什么款的特殊啊。啊，若讲这个另外这个等等乌鳌，这个乌鳌吼，啊，这两款鱼，我看嘛是差不多有相共的。华语讲伊拢叫做石手鱼吼。石就是石头的石，手是头。如果因头壳内底有迄个石头，是因咧做迄个平衡的装置啦吼。是啊，伊种鱼啊特别较大粒。哦。啊，伊咪有迄个发声啥吼，咕安尼，有一个叫龟鱼无吼。哦，所以讲迄款高鱼会有声音的鱼就是这款。这是石手鱼类。鲢鱼嘛是石手鱼类，黄鱼嘛是石手鱼类，是。因为黄鱼拢足贵的嘛，足贵的嘛，港类的啦，是。啊，排第9、第10期差不多啦。哦。嘴内乌的就叫乌鳌，这乌鳌。这乌鳌，这个是乌鳌，这个纯子。对。因为伊拿鳌乌啊，啊个伊用鳌来发声，哦，用伊头壳迄个石来发声。对。所以讲这个乌鳌这款鱼。所以讲，这个第10名的就是这个纯子对吧？到纯子15鳌。对啊，咱头先讲为了有当时迄歌谣为了押韵啊，吼啊，或者是讲迄网络顶悬的迄写法吼，较无共款。但是你若要按照教育讲来讲，其实若要迄规拍迄个歌谣念谣，要开始念好顺，其实应该是你到纯子15鳌安尼吼。啊嘛有听过伊讲一句话啦吼，伊讲什么？讲吼，若有钱。乌鳌就会搬山过岭，啊奇怪咧，这乌鳌搬山过岭，啊伊是鱼啊，伊哪样受过搬山过岭？伊就是讲伊的鱼啊，若是好食吼，哦你安怎你就要甲摕来食呢？所以讲毋是伊家己会搬山过岭，是人家搬山过岭，若是较有钱的人，你这鱼啊嘛人。搬山过岭买来你食啦。即摆讲咱讲，你若是讲你若知影鱼的名吼，你就感觉讲你甲鱼啊，甲海产你较亲近嘛吼。是。啊，你讲知影有鱼啊，啥物时阵出来较济吼，咱较食。是。啊，若鱼啊若是较少，咱爱保护，啊莫食。吼，啊这海洋文化该在吼永续发展。对，真重要吼。咱唔好有当时咧食物件啦，唔当像我家己贪家己的口欲啦吼。啊，咱食伤多，其实唔通食过头。但是吼，咱有影是咱在地的人吼，咱食在地的物件吼，咱食当地的物件，迄实在佫新鲜，啊，而且佫是咱原生的物件，咱来食吼，会感觉讲啊，其实吼佫较有在地即个气口。有影咧，咱吼哪食佫哪有文化吼，这是真重要。今日真感谢老师来到咱的现场来甲咱讲遮尔我上自细汉吼，拢捌食唔知影名的这鱼仔的种类甲伊的货名，爱记哦。咱这台湾名吼，其实真重要吼，有真侪名吼写法吼，字的写法，有影是爱用咱台湾的字吼来写，安尼吼较正确。类似的故事呢，咱台湾呢这个报道歌顶吼，会继续甲大家来介绍。咱报道歌顶用俗语参故事，甲乡亲来博感情，唔通袂记得后礼拜，请准时收看咱报道歌顶。老师有影咧，我听你来讲，我后边吼，咱去到遐吼，那我可能。